欢迎继续回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庆家会当亲像庆油饭，这是伫咧风景餐厅内底卖特色的料理。头家店里上出名的就是庆寒鸡，特定都爱庆8点钟，用苇仔豆豆来煨，创好烧的时下骹烧气规庆起来，庆到顶面出水珠啊，搁再滴落来，无掺一滴水或者是鸭味料，规锅拢是用规只鸡落去庆的，那亲像是鸡精同款。头家本地是咧牛排馆做头店，一届去中国贵州旅游的时，食到在地手路菜庆寒鸡，才想着讲要把这个滋味炸倒转来。Hello， 给你们上菜咯，这是本店招牌大汉鸡。用打出炉的唱寒鸡，一个芳上刀，挂一个显气，随片着这落芳香香的芳气，这都无掺一滴水，拢是安尼豆豆啊翕的。看这落鸡汤是花金黄色的，这是肉烧针，唔是我贪心，大喙安尼甲加落去，肉一个袂粗丝，这个好滋味，真正互人客安尼较远个拼来。其实，在竹东住这么久，这一家餐厅我第一次来吃，我就爱上它了。因为它很甘甜，非常好吃。以他们有稻汉鸡到现在，我几乎常常都会来吃，但是1周会来1次或2次，不一定。不加任何一个什么化学材料，所以它的口感绝对是清甜。看它的汤啊，绝对是清澈啊。那它的肉呢，绝对是不会柴啊。熬了8个钟头的肉不会柴，这个才是厉害。一甕刷一甕，先甲放喺火炉顶，悬甲香烧，这是一滴水都无掺，会有这呢好滋味的鸡汤。伊的原理就是伫咧食。它的密闭商中里面没有加任何一滴水，所以很讲部分里面就是说蒸汽进来之后到上锅上盖，那上盖遇到冷，它会产生水珠，然后开始滴到下面去。然后一滴一直滴，8个小时把它滴满。冰角20分钟，搁爱落一遍，用称滴的方式，互甕仔内的鸡精拢滴落来。每一甕的鸡汤拢是安尼豆豆啊粒质，一滴啊一滴，看滴落来的。因为都爱耗真久，一工简单会当限16甕。激头脑发挥卡斯来研究这道手路料理。潘正基，伊原本是连锁高级牛排餐厅，伫咧换头灶的有6年的资历，伊的收入嘛算真好。不过伊还是选择来离开。20年前，伊转去厝家己开咖啡厅，不过打开始的时阵无偌好，刷落去伊真糜烂咧拍拼，哪卖咖啡，搁哪卖牛排，因为拢是用美国牛肉，刷去拄着公牛症，业绩嘛呢一困头就随切落去，伊就趁这个时阵，互家己小休一下。伊去中国大陆的贵州佚佗，去食着迄个在地的唱寒鸡，迄个好滋味，互伊真少念。所摆伊就开钱买这个唱寒鸡专用的甕仔，甲买倒来咱台湾豆豆仔来研究。过渡期一直试，然后试玉米鸡，试红鸭鸡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最后试了这个日本小山鸡，日本小山一试我觉得不错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皮薄，那肉质会比较鲜嫩，真的花了2年的时间才研究出来。这2年当中也是一边找外面怎么去拉胚，怎么去制作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然后去找那个陶胚的师傅，然后去做探讨。因为有时候就觉得他做菜非常的执着，特别对于食材，包括做菜的所有的程序，都是非常的讲究。对，因为他喜欢做菜的，他喜欢坚持自己做菜，就是保持食材的一个原味。潘正基伊真严硬咧酒内场，因来因牵手黄海花，就真热情咧招呼外场。翁仔某2个人牵手相敬相挺，来打造有创意的台菜餐厅，要互来的人客有迄落满的幸福感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